新手嘅 diver 佢學完啦，想喺香港玩，咁個價錢又點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係超轉潛水集嘅。今個禮拜咧都會講錢嘅，咁講咩呢？上個禮拜講完教練教班成本係點計啦，大概一個1對1嘅 open water 咁樣咧，成本都3000蚊啦。咁但係如果一個新手嘅 diver 佢學完啦，想喺香港玩，咁個價錢又點呢？其實如果喺香港啦，有好多嘅潛水船啦。無論西貢又好啦，或者甚至乎係去到大埔嗰邊西門仔啦，或者係其他一啲地方咧，其實都有相關嘅潛水船嘅，大家自己去揾下啦。咁個價錢方面啦，視乎係你平日出啦，定係星期六日或者假日出啦，亦都視乎個潛點啦。價錢咧大概咧係講緊600蚊左右啦一個人。咁而有啲船係包嘢食嘅，有啲船唔包嘅，大家自己睇清楚啦。咁而如果個新手冇裝備嘅，咁其實講緊裝一套 full set 嘅裝備，咁包括 mask 啊、鞋啊、fin 啊、snorkel 啊、同埋 wetsuit 啊、BC 啊等等嘅儀器咧，其實講緊一日係200零蚊左右啦，有平有貴，咁都係自己去研究下啦。咁另外啦，就講緊啊，如果大家要交通工具去，即係去到西貢啊，或者去到唔同嘅地方去上船嘅話咧，其實個價錢又點咧？如果一般去西貢嚟講咧，好多嘅 diver 都會選擇我講緊冇裝備嘅 diver。如果你係有裝備嘅，我即係好似我咁咧，我係搭的士啊、Uber 咁樣去嘅。咁如果咧係冇乜裝備啦，咁好簡單，大家坐公共交通工具咧，可能係地鐵或者巴士去到坑口，或者係鑽石山轉車咁。鑽石山有巴士喺星期六日啊嗰啲時間咧可以入到去西貢嘅，咁都係講緊20零蚊一程度啦。咁而如果係喺坑口嗰邊，通常我就揀小巴嘅，咁小巴都係10蚊左右有一程噶啦。咁即係話其實大家如果係住市區，咁可能地鐵嘅話，可能10蚊內啦。咁其實講緊你哋一日來回可能都係60蚊嘅交通費左右啦。咁上船800蚊到，咁一個新手潛水員咪即係大概800零蚊，其實就可以出到一日分 dive 啦。係啦，咁有啲船可能即係如果你夾到 friend，可能再平啲添。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咁歡迎大家繼續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超短潛水札記。咁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 同埋 IG 都會繼續出片嘅。拜拜。